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仔日是记者会，当然嘛爱布灵布灵啊，嘿啊。真正要看吗？我先看下内底有啥物物件。好，这个物件都是放钱的啦，吼，这个安尼，吼，这看就知。哦，啊，这是，好，来。有啊，啊，就是目睭药啊，感冒药啊，咋啦？这都是保养品。胶原蛋白啦，啥吼，薏仁精华拢伫遮，三顿无正常的益生菌嘛爱食啦。哦，厝外景有状况啊，吼，压力足大啊，就爱抹抹。抹。哦，透心凉安尼啦，对，效果的物件来啊哦，就是这啦，补充的啦。这边讲粉饼，粉饼一定爱炸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这个盐鸡嘛爱炸，吼啊，我就是最爱这个史努比的啦，嘿呀，我这个差不多，就是这一定爱炸。我真正做老人款的，拢是老人会知的，因为我天天干实子。吼啊，所以定定都会拄着任何，所以就养成了我爱炸雨伞这个习惯安尼，对。